新闻头先先来关心国民党甲民众党总统大选的拿白合，原底今仔日要透过民调决定副总统甲总统的人选。不过双方针对民调解读并无共识，民众党的国民党希望会使继续协商。或者分析，现主是已经唔那是民调统计的问题，阁有牵涉双方政治意识的问题。民众党的这个民调专家也承认，统计学上的统计误差确实是正负3%，但是他们认为这跟柯主席常年要求的让3%或是3%是不一样的。欢迎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，在要早起的经由民调决定总统大选的组合。不过，团说民调解读的争议，9份民调有3份暂时放在一边，3位专家检视另外6份，来依照统计误差来计算。后瓜批对瓜后批是5:1，民众党代表认为应该以瓜分题主张的3%误差范围正负1.5%，后瓜批对瓜后批是3:3，据这有看法无同款的共同声明签字。当你有不同的标准来去做设定的时候，它的这个点数的计算就会有不同的结果。让6%，这哪有办法？这个联动，我觉得这太强人所难了哈。不过我还是期望再可以整合来。该问题原话为爱继续协商，学者王业的分析，当初双方协议有无清楚的所在，就已经唔是统计误差范围的问题，而是政治的问题。不过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话说联合内阁概念，民众党也强调爱组织监督制衡，到底应该安怎做？因为联合内阁嘛，就2只手一起来做哈，就是2个政党一起来做事的话，那你如果要左手来去制衡右手的话，那就很奇怪啊。在其他国家也没有看到这样的经验，就是说我由法务部来去监督这个经济部。重要就是说，他们都是有白纸黑字的协议啊，除了在内阁人事的分配外，还包含最重要的就是各种重大政策的一些联合声明。学者强调，联合政府上个重要是爱先解决政党中间对重要政策看法无同的所在。国民党甲民众党即阵因为民调解读的差异，也为到底应该安怎合作投下变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